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5月13日，樓市持續熾熱，豪宅市場的成交亦明顯增加。興盛創建九龍塘 Park College 項目自去年第四季展開推售，直至近月接連錄得成交。繼上月以1.28億元售出7樓 A 單位後，昨日再接連售出兩個單位，分別是6樓 A 及 B 單位，夾計1.2億元，單位面積分別為1478及1463平方尺，連車位尺價分別為40595及41012元。此外，恒地及新世界合作發展西半山超級豪宅天宇再錄大額成交，剛售出為一座36樓全層單位，面積達5590平方尺，最終成交價達3.7361億元，尺價高達66835元，成為近月最大額的豪宅新盤成交。以上，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